大家好，歡迎嚟到高息香港呢個頻道。今集我哋會講下迪生創建大股東提出的私有化事宜。迪生創建公布於2025年4月23日，要約人請董事局向計劃股東提出該建議，而根據公司法第99條，透過安排計劃將公司私有化。該計劃將涉及以每股現金7.2港元收回所有股東手上的股票。之後所有股份將全部被註銷，最後迪生創建會被撤銷公司股份在聯交所的上市地位。每股現金7.2港元私有化價格，比每股資產淨值有約20%折讓，較股份於消息公布前的最後交易日在聯交所的收市價每股港幣4.78元有溢價約50.63%。要約人根據該建議應該支付的現金代價最高約為港幣10.986億元。2025年4月30日復牌後上漲，漲近40%多，至今股價都是在6元8角多左右上落。今次私有化需要經法院會議表決，贊成的獨立股東需要不少於75%，及反對票不能多於10%。迪生創建係一隻零售股，我哋高息香港都介紹過呢隻收息股。佢吸引大家嘅地方係公司長期有生意做，大股東都肯派息。一直都冇玩啲咩財技，同時迪生創建公司的現金長期高企，很多時甚至比股價更高，因此當呢間公司股價大跌時買嚟收息風險不大。公司在2015至2019年曾作回購，然後又停了幾年，去年12月至今年3月再度回購，但回購的力度也不是太大。幸好2018年後股息率長期在6厘以上，雖然股價繼續低殘，小股東仍算坐得舒服，用嚟收息完全沒有問題。股價長期低殘，為何揀今天2025年才去私有化呢？有消息人士話，可能因為同大股東潘迪生父子的內幕交易案有關。私有化咁嚴肅的事，大股東出手前應已徵詢法律意見，定罪與否都不會影響私有化的程序。據目前資料，大股東的內幕交易案將於今年底聆訊。若敗訴，大股東有機會被責，甚至無法擔任董事或處置證券等。有消息人士話，可能大股東擔心自己一旦罪成就無家族成員係董事局主持大局，因此唯有係有關案件開審前提出把呢隻股票私有化。截至2024年9月底的業績顯示，迪生創建持有約34.48億元現金，以及約5億元的金融資產，並有約5.75億元的銀行貸款。如果將金融資產與銀行貸款相抵，其淨現金金額已有約34億元。若大股東順利以7.2元私有化，反映其給予迪生創建的總市值也只有27.8億元，遠低於企業持有34億元現金，也未有計及公司奢侈品業務的價值。換言之，潘先生將迪生創建私有化，可謂利用財技白鬥企業內的資金。潘先生雖然提出的私有化作價比迪生創建現金值略低，但其實大股東已經算好有良心，因為這個收購價是2010年後最高。最近15年，任何一日買咗呢隻股票的股東都不用輸錢，已經比不少老牌華資私有化來得有良心。大家如果有玩開股票同埋經歷過其他公司的私有化，都知道好多公司啲大股東都沒有今次迪生老細咁有良心。例子有近日私有化失敗的香港上市公司金朝陽集團。金朝陽集團大股東近日的私有化雖然叫大咬，但起碼年年派息俾小股東。更甚的是，有更多無良大股東最中意就係把公司股價向下炒，之後係低價提出私有化，再加上公司唔派息，好多買咗佢哋股票的小股東俾佢哋收割。公司私有化後，小股東無仇報，只有輸身家。因此，我哋頻道會建議大家可以自己留意下呢啲無良大股東係邊啲人，最好唔好買佢哋啲股票。而呢個都係點解我哋頻道係唔會買某啲香港上市而好多財演會叫你買的收息股。原因好簡單，你諗住貪佢年年收少少息，但佢嘅大股東就會食咗你嘅股本。迪生創建在百慕達註冊，私有化需要過3關，包括俗稱的數人頭，在股東會上有超過一半股東同意私有化，
取得超過75%除要約人及一致行動人以外的無利害關係股東同意，同時不可有超過10%無利害關係股東反對，才能順利通關。如果大家有呢隻股票收息，又唔想公司俾大股東私有化，大可係股東會投票反對。事實上近年都多咗公司因為小股東反對而令私有化失敗。不過如果大家覺得冇咩所謂，又想套現，最簡單就係等大股東用7.2港元同你收返你嘅股票，就算你係近年高位買，你都有約20%利潤。如果大家係早年買落，更等於大股東而家提早俾公司未來多年股息加本金俾你，因為點計你都有賺。大家又可以離場買過第二隻股收息。迪生創建表示不會提高私有化作價。今次市場上估計迪生創建私有化成功率有約85%，不過最後成唔成功都好睇咁多位小股東或基金點樣諗。如果小股東及投資基金不滿私有化作價而齊心個個反對，咁潘先生嘅如意算盤就未必成功了。唔知大家本身有沒有持有迪生創建嚟收息呢？如果有的話，你哋又點睇今次大股東私有化呢？你哋會投資持定反對呢？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嘅睇法。我哋每一條影片都係用心製作，真情分享，所以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高息香港呢個頻道。喜歡呢條片請按讚、訂閱及分享呢個頻道俾你嘅朋友，謝謝。我哋下次再見，拜拜。